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6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2篇19节到29节，以赛亚书56章第9节到12节，罗马书第2章17节到2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好牧人。耶稣基督曾经是在约翰福音当中提到羊群和牧羊人的关系。他提到的那一些受雇的牧羊人，他们并不是真的牧羊人，他们并不在乎羊群，因为羊群不是他们的。好牧者不但在乎羊群，他们更了解羊群，羊群也会听他们的声音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6章第9节到12节这样提到，上主曾命令某些外邦，要他们像野兽一样前来吞吃他的子民。他说，所有的守望者都瞎了眼，他们本应该警告我的子民，但是他们茫然无知，他们是一群不会吠的狗，只会躺下来睡觉做梦。他们像贪吃的狗，贪得无厌，他们原是牧人，却什么都不懂，个个任意妄为，只求自己的利益。他们这些醉鬼说，给我酒，我们尽量喝吧，明天会比今天好得多。以赛亚提到那些以色列人的守望者是不忠心的，是瞎了眼的，是躺着睡觉的，是没有智慧并且是贪吃的狗。意思是说，他们并不是好的仆人，更不是好的牧者。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当中，他也提到了类似的情形。罗马书第2章17节到29节这样说道，那么你们怎么样呢？你自称为犹太人，依靠法律，又夸口你跟上帝有特殊的关系，你已经受法律的熏陶，知道上帝的旨意，也能够辨别是非。你自以为是盲人的向导，是在黑暗中的人的亮光，是无知人的指导，又是年轻人的老师。你又认为因为你有摩西的法律，你就掌握了知识和真理。你教导别人，为什么不教导自己呢？你教人不可偷窃，你自己偷窃吗？你说不可奸淫，你自己奸淫吗？你憎恶偶像，你自己盗取寺庙里的东西吗？你夸口你有上帝的法律，你有没有破坏上帝的法律而羞辱他呢？圣经上说，为了你们犹太人的缘故，上帝的名受到外邦人的侮辱。如果你们遵守法律，你的割礼就有价值；你违反律法，你的割礼就一点作用都没有。这样看来，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人，若遵守法律的命令，上帝岂不把他当作是受过割礼的吗？你们犹太人要被外邦人定罪，因为你们虽然拥有法律经典，也受了割礼，可是你们破坏了法律。他们纵使身体上没有割礼，却遵守法律。其实谁才算是真犹太人？真受割礼的人呢，并不是在外表上做犹太人，接受过身体上的割礼的。真犹太人是从内心开始的。换句话说，他心里受的割礼是上帝的灵的工作，而不是借着法律经典。这样的人所受的称赞，不是从人来的，而是从上帝来的。
基督徒若是知而不行，行而不立，甚至坚守之道，偷懒素行不良，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呼召，成为那些不良的牧者。基督徒不读经行吗？不祷告好吗？读经祷告却不愿意行道，上帝喜悦吗？光是说别人，自己却是坏事做尽，这样有见证吗？基督徒既然都受到上帝的呼召差遣，就应当努力地成为信仰的见证者，并且衷心照顾上帝的羊群，成为好牧者。诗篇22篇19节到29节，上主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救主啊，快来救援我。求你救我脱离刀剑，求你救我生命脱离恶果，求你从狮子口抢救我。我在这些野牛前是多么的无助，我要向同胞宣扬你的作为，我要在他们的聚会中歌颂你。敬畏上主的人啊，你们要歌颂他，雅各的后代啊，要荣耀他，以色列的人民啊，要敬畏他。他不忽视穷苦的人，不忘记他们的苦难。他不但不抛弃他们，反而垂听他们的呼求。我要在全会众面前歌颂你的作为，在敬畏你的人面前献上我许下的愿。贫穷的人都要饱足，寻求上主的人都要歌颂他。愿他们的心永远愉快。愿地上万国牢牢记住上主，皈依他。愿万族都敬拜他。上主是王，他统治万国。地上高傲的人都要俯伏在他的面前，一切必死的人都要敬拜他。感谢上帝赐下救恩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经历更新的力量，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，活出新造的人的生命，见证我们是基督的门徒，成为一个好的牧者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